教授，道教香港青松觀黃建榮主席，周校監、方校長、各位家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中六貴班謝詠芝。今日好榮幸可以代表全體中六畢業生致辭。首先感謝李子堅教授喺百忙中抽空前來主禮，更得在座各主禮團成員及嘉賓撥冗出席，實在榮幸至深。喺後中，我哋攜手走過六載嘅春夏秋冬，春有杜鵑繽紛，夏有鳳凰吐現，秋有龍谷香遠，冬有紫荊卓躍，千嬌百態，就正如校園生活嘅多姿多彩。儘管眾人性情各異，但老師總係潤物無聲，因材施教，令我哋大放異彩，豐盛滿載。猶記得6年前，我哋呢班和無小孩，一臉無知，怯生生咁踏進校園，但經過老師悉心嘅指導，今日已經成為一位位知書達理嘅人。曾經我哋衝動莽撞，冒失犯錯，但老師總係對我哋不離不棄，好似一盞盞引路明燈，為我哋指向光明嘅未來。就此，更衷心感謝校長及老師們一直以嚟默默陪伴住我哋嘅成長，既言教又身教，展現咗無私嘅大愛。喺校中，除咗收穫豐富多元嘅知識之外，仲建立咗真摯純潔嘅友誼。充實嘅校園生活，例如旅行、陸運會、延展日、才藝比賽、一人一體藝匯演以及參加交流等，燃點起同學間嘅互助互愛。我哋一同表演，一起比賽，並肩籌辦會社，一起擔任司儀，一同設計攤位。往昔點滴，實在念之在之，欣然而然。今年係中學生活最關鍵嘅一年，公開試如箭在弦，同學們砥礪前行，結伴埋首苦讀，老師們傾囊相授，協助排難解易。但願師生們一起披荊斬棘，心之所向，數理以往，並期望全體中六同學食力時拼，旗開得勝。最後，甘我別式，天冷情不冷，人遠心不遠，遠如初見。謹此祝願青松觀觀霧昌隆，母校校譽蒸蒸日上，眾嘉賓、校長及老師們身體健康，各位畢業生行程萬里，活得精彩。多謝大家。現在有請青松觀學畢業生代表黃思怡。